大家好，我叫 EXO。咁我本身係做一個冷氣工程，亦都係公司嘅主管啦。咁點解今次會上嚟呢度學演說力嘅課程呢？因為其實我如果應用翻喺我公司帶領我個團隊咧，演說力一個技巧係好有用嘅。咁而我今次體驗到嘅嘢呢，就係當你做一個大嘅演說，好多人睇住嘅時候呢，你需要係有一啲乜嘢嘅準備啦、對應啦，又或者上到台嘅時候呢，你需要係點樣去令到自己自信心增強。咁今次我學到嘅嘢就係第一啦，原來講故事、講演說呢係有好多技巧嘅，裡面有好多方式啦，同埋故事呢，原來有鋪排唔同嘅前後啊、層次啊，帶俾人嘅感覺或者價值呢都會有唔同。我希望嚟緊喺我管理公司團隊嘅時候，都可以用翻呢樣嘢，令到我所有嘅同事呢都可以收到佢哋嘅想學同埋想得到嘅價值。就係咁多，多謝大家。